两个经常就顶在一起啊，撞上了，砰的一声。裁判也是提示双方队员。哎呀，下。No. 对，双方都有体能下降，所以这个缠抱就比较多一些。No punch. I say there's no punch. 这回合，帕维尔确实出拳更多了。那上回合呢是一个小的调整回合啊。好的。Break, no punch. I say break, no punch. Okay, no punch. Break. 帕维尔呢，一旦近身就是这个降低重心啊，就是搂抱阻力。阻力还是扑的太厉害了。对，这下没扑，你看就是控制好距离，就是打。对，而且还应该继续来，其实再打第二组。对，现在呢就是打完一组就停顿了，应该是争取呢把这个组合拳呢连上。好，又结束了一回合的较量，那跟前面回合的形式呢是差不多。这个回合呢，帕维尔的进攻呢更积极了一些，有一些效果。但整体来讲是阻力更有优势。这比赛真的会打满10个回合吗？第9个，我觉得很有可能啊。现在来看，到目前来看还没有看到阻力能够重创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找到这样的一个突破口。好，第9回合开始了。哈哈，双方也不敢贸然出拳。好的。Break, no. Break. 好，后手出的非常迅速。哎。